代替挂牌了后，即马高雄的宽状轻铁开10年时间，总算伫去年底完工。即高雄市政府伫咧元旦下晡宣布，宽状轻铁全线通车，对今开始试营运。有品种认为讲，这路线完整对观光有帮助，毋过也有人认为讲，这轻铁速度伤过慢啊，对通勤是不方便，可能会害大顺路段呢变佫较拖。也若这高雄市的交通局也提早规划开放大顺路10个路口。小偷车流量，轻铁车修因唔是真高水，也毋过车修新造型，毋那是营业月底。特别重返高雄的唔是新的一年元旦，高雄市府宣布宽状轻铁正式成营，暗时6点起通车试营运。整个新建的过程，我们也体验了一件事情：轻轨那么困难的工程，面对那么多的沟通，我们用诚意，用我们的毅力。用我们的专业来说服市民的时候，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抵挡高雄前进。宽状轻铁为2013年6月起分段时间通车，期间因为离解沿线居民反对甲政党轮替，经过工程延迟停工，用10年时间总算成营。好完成，轻铁一届的前高雄市长陈菊也特别落蓝见证通车时刻。你要高雄市道的话，就要做这个比较方便。它可以做到每个角落都有，尤其是观光景点。列车为大顺路段出发，轻铁成营了后，予观光路网更加便利，袂少市民落班骑乘。也毋过，设一个爱90分钟的轻铁，要市民认为速度太慢，不利通勤。太慢了，就变成说我上班可能就是要提早出门，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家就住旁边，所以这个轻轨通车。还有在之前的施工期，对我们两边的住户来说都是非常不方便。除了不利通勤，民众也反映大顺路段车流量大，即马阁因为天气看度缩减，造成公车爱甲汽车抢路。虽然交通局伫去年底已经开放10个路口倒换疏导车流，也毋过实际成效安怎，恐怕要等通车1站了后才会当知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